大嶼山機場路近國泰城發生嚴重車禍，有的士同貨車相撞，兩架車嘅司機一死一傷。曾榮欣報導。受傷嘅的士司機送上救護車嘅時候，救護員不停為佢做心外壓。佢送到瑪嘉烈醫院搶救之後傷重死亡，而貨車司機送上救護車嘅時候需要用氧氣罩協助呼吸。的士嘅車頭意外之後變成廢鐵，右邊嘅車身變形，地上面散滿零件。而被撞嘅輕型貨車車尾損毀。下晝大概2點鐘，的士沿北大嶼山機場路去機場，去到國泰城嘅時候，撞向一架喺快線嘅貨車，的士司機一度被困，救護車喺事發之後大概20分鐘先至到場。消防處表示，係因為報案人提供嘅地址係東岸路國泰城，所以未能夠發現機場路嘅意外現場。其後喺知道正確地址之後，已經加派救護車趕往現場。亞洲電視記者周詠欣報道。